本人收看客家苗路学院明日的学院新闻。交通部公路局同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向下办理客水运转幸福公路同客家主题巡展，伫台东艺文中心。展览内容主要係講公路幕後同東埔客家嘅故事，從公路建設創新同客家族群文化經濟深度自家發展事業線、感情線、生命線、智慧線嘅生命歷程中，完整呈現台九線過去到未來。同時公開超過30天嘅金馬號、金馬小子、公路工廠同監理文物，涵蓋從台3線再到台9線嘅客家族群上面生活、產業發展、運輸觀光同菜地創生等公路同客家嘅轉運故事。啲東埔還有眾多感動嘅故事，做得啲展覽看到。也擺展覽從1814年1月7號到3月6號，現場完成熟悉金馬號、金龍號同駕照供應，做得本島限量限體嘅轉運風暴，啲都有轉運潛勢，本午一年好運到。也擺展覽將帶本午無共用嘅體驗同感受。以上係客家苗路學院嘅報道。接下來要教大家今本日嘅明日一學院就係公路，高速公路向茶嘅變動腳，高速公路向茶嘅變動腳。唔學威猛，下一擺章來了。